为了宣传由丹市社区关怀长照福利协会所主办的怀古奇迹，第二湾创转合照，包括环宇国际文教基金会、现代企业管理协进会等单位拢踊跃响应。会中大家用假明信片的方式，就是要将弱势学生家己所画明信片，伫明年10月1号，主办单位搁再寄行互因，看见一当前的家己，回忆社会满满的祝福。也欢迎市民共同来支持幸福时光机的计划。这次也是跟我们那个很多的公益团体啊，包括我们那个长照关怀协会啦，还有那个环宇基金会，还有我们的脑麻，我们非常多的还有一群年轻人大家一起希望那个把这个以前大家的印象记忆都找回来那也是代表这个城市成长的过程。那也特别是针对孩子们我们有一个时光的一个计划活动。让未来还可以收到自己的明信片就是等于是一起跟孩子们成长陪同孩子弱势的孩子们那度过这个礼拜六礼拜天连续2天那也非常的丰富有很多怀旧的内容啦、市集啦，都邀请所有的市民乡亲一起来跟我们还陪孩子一起，然后也可以呢这个特别对这些怀旧的印象把它这个记忆再找回来主办单位表示，这摆活动除了有趣味的市集单位，2天嘛将有100台重型机车甲车队的参与相当壮观。透过精彩活动，鼓舞弱势学生找到自信。我们小确幸怀旧市集这个活动，其实最主要是帮助我们这些可能资源比较不足的团体朋友、小朋友们。那在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帮助他们可以找到自信，然后呢，陪伴他们去了解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独一无二的特质。那这个特质有可能就是他日后生存，或者是可以照顾自己的一个条件或者是方式。其实就是一个突发奇想，因为支持我们的那个蔡旺全议员，他说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想要办这样一个怀旧大市集。那我就想说，那因为我自己在骑重机，那我有很多的重机车友，那我想说，如果把这怀旧跟重机好像很不搭的东西，然后把它搭在一起这样子，然后用一种很好玩的游戏来创造这样的一个议题。该活动10月1号、2号，就伫北门路台南文化创意园区来登场，邀请大家做伙来做公益。台南新闻，阮是林英光采访报道。